现代台语版圣经以斯拉记第8章，下面是亚达四世王在位的时，甲我对巴比伦倒转来的族长甲因的家谱。菲尼哈的后代有吉顺，以他玛的后代有但以理，大比的后代有哈督。示迦尼的后代、巴录的后代有撒迦利亚，甲伊做伙转来，照家谱算，有查甫人150名。巴哈摩押的后代有谢拉希亚的囝以利约乃，甲伊做伙有查甫人200名。撒土的后代有亚哈色的囝示迦尼，甲伊做伙有查甫人300名。亚丁的后代有约拿单的囝以别，甲伊做伙有查甫人50名。以兰的后代有阿他尼亚的囝以赛亚，甲伊做伙有查甫人70名。示法提雅的后代有米迦勒的囝西巴蒂雅，甲伊做伙有查甫人80名。约押的后代有亚歇的囝俄巴底亚，甲伊做伙有查甫人218名。巴尼的后代有约瑟菲的囝是罗密，甲伊做伙有查甫人160名。比拜的后代有比拜的囝撒迦利亚，甲伊做伙有查甫人28名。亚甲的后代有哈加坦的囝约哈兰，甲伊做伙有查甫人110名。阿德尼干的后代较慢转来的有以利法列、亚利、示玛雅，甲因做伙有查甫人60名。毕吉瓦伊的后代有乌太甲撒克，甲因做伙有查甫人70名。我召集这个人来到迄条老日阿哈瓦城的河的河边，阮伫遐扎营3日久。我巡视人民甲祭司，毋过无看到利未人。我就找人去调遐个领袖，就是以利以谢、阿利以勒、示玛雅、以利拿单、雅利、以利拿单、撒迦利亚、米苏兰，搁教师约雅利甲以利拿单。我找因去加西菲亚地区见迄所在的领袖伊多，搁教因着安怎对伊多甲伊的同事圣殿的工人讲话，通互因派人来咱的上帝圣殿服侍。咱的上帝是阮帮赞阮，互因伫以色列的曾孙、利未的孙、抹利的后代中带一个有才能的人，是利比来。伊的囝甲伊的亲族共18人嘛做伙来，搁带哈沙比雅甲伊做伙有米拉利的后代以赛亚，伊的亲族甲因的囝共20人，搁带220个圣殿的工人，因的名拢有登录。因的祖先受大笔甲遐个大神指派来协助利未人。迄时，我伫阿哈瓦河河边宣布禁食，
通伫咱诶上帝诶面前刻苦谦卑，求上帝互阮诶囡仔，甲阮一切所有诶，拢一路平安。我感觉请求皇帝派步兵、马兵一路保护阮，免受对敌诶攻击是见效诶事，因为阮捌对皇帝讲，阮诶上帝会施恩保护所有求告伊诶人，毋过阮嘛会发大受气，攻击气杀伊诶人。所以，阮为着这样事紧接恳求阮诶上帝，伊有听阮诶祈祷。对安尼，我指派12个祭司长，就是示利比、哈沙比雅甲因10个亲族，将皇帝甲伊诶参谋、官员以及伫遐诶以色列众人，奉献互咱诶上帝诶圣殿，遐诶金、银甲器具拢称过，交互迄12个祭司。我称过交互因诶有银22公吨，银器70公斤，金3400公斤，以及金碗20块，重8.4公斤，金细细的铜器2块，贵重亲像金。我对因讲，恁已经圣化归上主，这器具嘛拢圣化归上主。这金银是人民甘心献互上主恁列祖的上帝。恁着谨慎固守，一直到恁去到耶路撒冷上主圣殿的库房，伫祭司长甲利未人以及以色列族长的面前称过，交互因。对安尼，祭司甲利未人将过称的金银甲器具接过来，要带去耶路撒冷咱的上帝的殿。正月12，阮对阿哈瓦的河边出发，要去耶路撒冷。阮的上帝一路保护阮，救阮脱离对敌甲埋伏的人的攻击。阮到耶路撒冷，伫遐休困3日。第4日，阮到上帝的殿，凊遐的金银甲器具，交互祭司乌利亚的囝米利末。甲伊做伙的有菲尼哈的囝以利亚撒、利未人耶稣亚的囝约撒伯，甲宾雷的囝拿阿底。逐物件拢算过、称过，搁详细记录。所有流放倒转来的人，拢献烧化祭互以色列的上帝。因为着以色列众人献牛犅12只，绵羊犅96只，绵羊仔77只，搁献山羊犅12只来洁净家己的罪，才会拢做烧化祭献互上主。因将皇帝的诏书交互伊的人臣甲何西省的总督，遐的官员就帮赞人民攻击上帝的圣殿，